想当医生，当游戏的程序员、音乐家和画家、工程师、当画家。到播直小學啦。我画的这幅画，这是小时候的我，这是长大后的我。这是道路，道路，那它为什么会在道路？这是在隧道上面。隧道上面画画。你为什么想画个水底学校？因为我想当一个工程师。我想让别人穿上我设计的衣服，走遍全中国。作品的名称是《腾飞吧，中国航天》。我希望中国的航天技术能够越来越好，我也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宇航员。我同過直小學講聲拜拜啦！